新闻开始继续关心澎湖的渔船大进湾88号，互中国的海警船押走。即马船长台湾的船员，甲3个印尼渔工人和船落互押去中国。海巡昨昏有开记者会，讲查扣的地点是伫中国的领海，但政府即马是呼吁中国毋好用政治的因素来处理这件代志，呼吁赶紧放人。中国海警14507，这里是台湾海巡 PP1洞洞810向你呼叫。对上影像公开，咱国海巡人员向中国海警船公布，要求随释放本国籍渔船。咱国澎湖籍渔船大进湾88号，7日暗时8点外，伫金门辽罗港东北东方23.7海里，叫中国海警船上船检验扣押。位在陆方领海内，且目前为中国湖际休渔期间，后续将由陆委会渔业署透过两岸管道接洽中方。海巡署呼吁陆方不要用政治因素处理这起事件。大进湾88号福因查验的所在是离中国晋江侵附近11.2海里，离中方领海基线2.8海里。伫中方领海内，海巡署缉捕了后，拢总派出3只海巡艇去救援，一路超过中方领海基线，直到中方内水，离晋江环最港5.4海里。暗过中方陆续有7只海警船集合，双方对象挖近1点钟。为了避免相关冲突，海巡署停止对峙。到尾大进湾88号福因押登去福建围头港，我方立即向海警船广播，邀集立即释放本国籍渔船。对方亦向我方广播喊话，持续广播，要求释放大船未果。为避免升高冲突，停止紧追。海巡署嘛进一步表示，中国伫发布海警3号令了后，中国海警的动作嘛变大。今年甲较早无共，伫休息期间全面强力执法，已经管理外国渔船138只，上船检验14只，查扣一船10人。海巡署嘛特别提醒咱方渔船也是来往附近的海客船只，爱提高警觉。海巡署会加强巡逻，全面提升执法巡护。行政院甲陆委会嘛做回应，希望中国赶紧释放咱国的人甲船，确保人员平安。本案是我国渔船闯入休渔期的陆方水域作业，因此遭遇陆方执法，期望陆方尽快释放我国人船，确保人员平安。对这件代志，中国海警局是讲，查扣咱台湾渔船违反富贵休息规定，另外使用的网具比规定的详细网目寸尺细目真侪，破坏海洋渔业资源生态。行政院是呼吁中方唔通将渔民单纯的违规行为，相关到无必要的手段，引起渔民的不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